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我是面张伟明，有影是全球拢咧关注啥物咧？咱看来讲，顶礼拜，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菅义伟哦，伫咧北京举行峰会，嘛发表联合的这个声明，强调啥物咧？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的这个重要性。其实啊，嘛鼓励讲用这个和平来解决两岸的这个问题。这卖当讲是美国、日本哦52冬来哦，头一摆甲台湾写入去这个声明内底啦吼。外交部是表示感谢，但是上重要，咱看到讲，这回峰会讨论的，就是中共的这个威胁，佮有这个北韩的这个核武的这个威胁吼。另外，咱嘛看到讲，这个日本媒体哦，是头一摆无少用吼，都用这回峰会台湾海峡来做头版的这个议题来做讨论吼。尤其大家拢知影吼，这个威胁就是来自中共这个核迫的这个行为啦吼。中共共款是迄寡老话啦吼，讲。台湾也好，香港好，新疆问题拢是因中共的内政吼，但是根本唔是安尼。那么看到讲美国和日本这个言论吼，伊讲啥会损动到这个亚太和平，这是中共官方的这个讲法啦吼。啊，美国伫遮嘛有影啦吼，伫咧美日会谈头顶，除了关心咱台湾以外，就是关心到这个香港。咱看到讲吼，香港真正是倒退啦吼。对咱看到讲李志英啦吼。非法集会互判刑吼，甚至甲2项的这个罪嫌相当，佫会恐惊吼，互判这个无期徒刑。另外，咱过去咧讨论这个反送中了后，实施到香港的这个国安法啦吼，咱看到讲吼，真正实施了后，因要加强因思想的这个控制。咱看到讲4月16日。这一日啦吼，因是这个国安教育日，伊该过去吼，这个英国这个操演这个方式，这回吼，这个港警已经改做是这个中共式的这个操演的较正步啦吼。啊，另外咧，小学生去参观到这个水炮车好，也是讲这个耍这个水，这个讲水枪啦吼，来体验到这个警察的这个进步，有影是吼无聊，当做是这个趣味来去耍啦吼。但是咱看到讲香港这阵已经是无头路吼，但是咱看到讲这个对抗这个区域的这个威胁，中共甲美国啦吼，咱看。就讲吼，这个部分美国这阵吼嘛打正硬啦吼，打正硬啦吼。咱么看到讲美国、日本、台湾其实拢有一寡这个共识，到底共识是啥物？透过节目咱做回来对话。现在邀请节目顶4位来宾，第一位来宾邀请中研院后美所研究员林正义，大家平安。第2位咱们邀请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同款嘛是咱的这个律师桑普。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3位，咱们邀请澳洲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不德。大家平安，大家好。第4位，咱们邀请台湾智库执行委员赖宜中。大家好。是啊，首先咱带大家来看讲吼，这菅义伟安怎讲，拜登安怎讲吼，咱强调台海的这个安全，先说来看。美国总统拜登甲日本首相菅义伟伫北京户外花园举行记者会，菅义伟也是拜登就任了后头一摆伫北京接待外国领导人，凸显美日同盟抗中的重要性。对于会谈敢是有应对中国威胁政策甲台湾问題，菅義偉強調美日攏同意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またやり取りの詳細は外交上のやり取りのため差し控えますけれども、台湾海峡の平和と安定の重要性については日米間で一致しており、今回改めてこのことを確認をいたしました。北京会后也发布联合声明，其中明确地指出，双方强调台海和平甲稳定的重要性，佮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这也是50年以来美日头一摆将台海列入声明。双方针对中国对印太区域世界和平甲繁荣的影响进行深入讨论，两国拢反对任何伫东海甲南海以武力也是威胁改变现状的意图，认为有必要进行合作，也讲到关注新疆、香港的人权问题。We committed to working together to take on the challenges from China and on issues like the East China Sea, the South China Sea, as well as North Korea, to ensure a future of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美国、日本政府再度的公开表达对于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外交部我们对此表示诚挚的欢迎跟感谢。外交部甲总统府拢表示，陆见美日继续3回安全咨商会议，再度公开表达对台海和平的重视。咱国也会伫现有的坚持良好基础上，甲美日参其他理念瓦近的国家密切合作，共同维护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甲繁荣。中国驻美大使馆发布声明，表示美日言论干涉内政，损害亚太和平稳定无分裂。中国强烈不满，坚决反对记者综合报道。
虽然讲到这回峰会啊，美国甲日本联合声明是52档来头一摆讲到台湾海峡这个安全吼，嘛代表讲啥？拜登吼，即阵可能咧打造一个反这个北京朋友这个壳啊啦吼，这个壳啊那个形成，中共会安怎做啦吼？咱先来请教这个正义教授啦吼。咱知影这52档前啊，吼，这1969年11月，是，即阵美国甲台湾有外交的关系 OK 啊，日本甲台湾阮也有，即个52档前，就是讲到吼，即个台湾的安全啊甲和平，对日本来讲一个上重要，这个确实吼。啊，52档以后，美国、日本甲台湾都毋是无外交的关系，啊，但是今仔日咱会当看见前礼拜、礼拜六吼，佮讲到共款，吼。即个台湾的安全甲即个稳定，对即个两个国家，美国甲日本是一个足重要的因素。是。而且鼓励台湾甲中国会当来和平的解决啦。所以对安尼讲起来，咱会当知影为什么？吼，即个美国甲日本会安尼讲，就是讲为去年开始，吼，咱看起即个中国的无人机，吼，伊咱即个高雄的西南方，吼，是差不多会使讲将近逐日啦，吼，啊有即个轰炸机，啊有即个战斗机，吼，啊有即种即个预警机，即个对美国甲日本来讲是一个足严肃的一个问题，因为因知影，就是讲伊即个巴士海峡、台湾海峡，吼，啊即个南海，啊最重要的对美国甲日本，所以日本。伊会当即届来讲安尼，即个是足无简单的一项代志，因为即日本人做代志，毋是讲安尼凊彩讲的尔，因为伊讲了后，爱阁有足侪后面的一寡即个行动。是。差不多2当前有一个电影，日本的电影叫做《航空母舰》伊吹啊。你若讲有看过这部电影，你就知影讲，因要安怎进入即个。战斗的行为是足无简单，有足侪辩论。真正看日本是防卫，吼，这个防卫啊，吼，这个，所以就是讲日本伊会安尼讲，啊，咱会当预测得到啊，日本甲美国过来会阁有较实质的一寡行动。就是较实际的这个影响力吼，咱过去有人咧讨论讲吼，这个日本吼，迄当阵若伫咧安倍晋三迄个时代啦吼，可能伊的这个立场吼，会徛伫美国和这中国之间吼，伫遐走来走去。但是即阵咱看到这个峰会以来吼，毋那敢若是提到咱台湾尔，美国甲日本同盟的这个态势嘛已经形成了吼，啊，这个态势。未来，咱讲这个正义老师讲会有一个实际的这个影响吼，实际的影响，咱这个买手会当搁好好来观察吼，咱等下嘛当好好搁来讨论吼。咱来看讲吼，这联合声明吼，虽然是讲提到这个台湾以外，但是伊其他搁有一寡吼，这个空中的这个元素伫咧内底啦吼。尤其咱拄则有讲到这个台海和平甲稳定的这个重要性。另外，香港的问题、新疆的这个人权的这个问题，嘛是美国和日本共同来关心的。另外，吼，佮反对啥任何片面改变东海现状的这个企图，然后另外嘛，佮反对中国伫咧南海非法海洋的这个声索和这个活动吼，关于为讲吼有必要都要和中国吼直接吼讲话啦吼，直烫烫安尼来讲话吼。继续咱请教这个这个桑普律师啦吼，咱头都有讲到美国跟日本过去吼这个反中或者是亲中这个日本的角色有点犹疑，但现在美日同盟之后，这个角色已然转向美国，你怎么看？对，我们看得到这个日本跟美国之间安保条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在以前那个安保抗争的时代，有很多学运在那边发生，但到今天，日美之间的同心协力是毫无疑问的。不论哪一个政党、哪个政治人物执政也是如此。那你看到安倍时代，基本上跟中美是希望在中间的位置，比较倾向美国，但是希望在一个中间的位置来摆。就犹如现在今天的欧洲一样，有这样的倾向。但今天你看到菅义伟这个新的首相，基本上他是完全跟美国站在一起。那当然他不会说完全抛弃中国的生意，那他们也会继续的做生意，但程度上增加了。那你也看得到，
这个也是1969年，刚刚林老师也讲到，1969年尼克森跟佐藤荣作之后，也是说所谓的中日建交，就是说1972年那个田中角荣时代建交以来，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改变，首次在这一个地方点到台湾。那香港跟新疆这个大家都是预料得到，因为以前都已经提过了。那重要是台湾，换言之，日美深化同盟。防护基于台湾，这个是甚嚣尘上，大家很清楚。所以刚刚播的那个片里面讲到，菅义伟首相讲到，日本跟美国有谈到就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达成共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换言之说，是不是代表说，一旦中共侵略台湾，美国驰援台湾，日本也会 tag along，也会一起去作战呢？这个极有可能，虽然不是宣之于口，但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所以，如果这个地方能够高歌猛进的话，是很好。但从川普时代的高歌猛进，到今天拜登时代这一个战略的僵持，基本上僵持下去，很多的呛声，背后的牛肉能端出来吗？尤其你看到很多背后，除了做表面的强硬之外，背后也有很多，是不是有些台底教义的问题？大家会注意。比方说，北京冷待美国的那个气候大使柯里，那之后高调捧法德。之后又发出一个声明说，美中之间达成一个气候危机的联合声明，同时也有放3个，就派遣3个很高级的前官员访问台湾，所以一手硬一手软，这个东西会打下去。刚刚讲美日的同盟的联合声明是硬的那个地方，那软的那个地方我们要密切注意。所以台湾我觉得说一定要警惕，不是那么的高歌猛进的，这像以前一样。是必须要谨慎，强化国防意识是首要的事情。就是讲吼，虽然咱讲即阵美国和日本同盟的这个关系较态势哈，稳固台湾海峡，但是咱国力咱台湾家己的这个台湾海峡这个防卫能力嘛是要来提升啦吼。讲到这吼，其实有一寡这个媒体报道啦，亲像讲 Australia 吼，澳洲的这个报道嘛，即阵来讲吼，真正吼看到讲美国态势啊，是日本的这个态势做回来同盟可能有一个关键的这个角色。澳洲的这个角色嘛，掺落来吼，尤其咱讲澳洲媒体嘛报道讲，哇，即阵吼，若是台湾吼含这个中共然后中共安尼拍过来吼，可能 Australia 会来帮忙。介绍来请教宋教授。就澳洲这几年吼，差不多对2016年开始吼，对中国是愈来愈顶了，应该说越来越强硬这样子。那最近吼，你看，亲像澳洲美国去澳洲的迄个大使大使就来澳洲国立大学家讲一个演讲，演讲就是讲澳洲甲美国即马其实呢，伊私底下有咧做战略的这个协调啊，然后呢来研究说，就是台海问题上如果有发生contingency 发生一些可能事件的时阵呢，伊就会到庭来协同行动。这意思当然讲啊较模糊，不过意思就是讲，若是讲安全上，若是军事上有需要哦，澳洲跟美国其实在台湾的代志上是同进同出的一个情形。那我觉得这方面讲得很明显。那澳洲本身呢，咱呢，恁在做生意人吼较早时阵是想讲咱澳洲的经济甲中国贸易较济嘛吼较依赖中国遐的经济市场，所以讲较早时阵澳洲做生意人是对中国较鸽派淡薄啊。不过即摆呢，这几年慢慢大家嘛有看到嘛吼中国对澳洲的贸易制裁这么济的时阵呢，澳洲的生意人现在也慢慢的跟澳洲的国安团队他们的思路慢慢在合流中，所以说亲像讲澳洲的矿业一个大公司吧，叫 Andrew Forest，但是澳洲的矿业大概数1数2的这个大的一个集团的老板，因为基金会最近有发出好几个声明，就是做新疆还有中国一些治理问题上呢，都发出蛮大胆、蛮直接的一些正面批评在，所以在看到，再来看到澳洲，起码不是跟澳洲的国防部什么外交人员在反中，而是说澳洲的生意人慢慢跟咱本来较鹰派这些势力慢慢意见在慢慢的越来越接近中，所以说现在澳洲的社会
对中国的确是比较强硬的。OK， 这个澳洲的这个主流意见嘛，开始咧整合啦吼，甲对抗中共的这个态势，尤其咱看到甲美国和日本要相共啊相共吼。其实咱继续来看讲吼，美国、日本这个安保条约啦吼，美国吼中心对日本国防的这个坚定支持，然后必要是吼包含合资吼在内的所有能力啦吼。另外嘛，甲吼达成着这个北韩吼非核化的这个承诺。另外嘛，要互日本吼，真做是美国伫咧亚太地区上重要这个基础地咧吼。继续拢请教哈，这个大委员哈，其实哈，你的这个文章嘛写得真好。咱讲吼，美国甲日本吼，当面利用这个再全球化2.0，这是啥物意思咧？尤其咱讲吼，过去有一届全球化这个部分吼，这回利用再全球化是讲全球化2.0，这当代表吼美国和日本这回这个态势是啥物？主要是讲这届这个美国啊日本，算讲总统这个站结的这个声明吼。伊除了讲包括这美国、日本当面本身的这个改革以外嘛，包括讲美国、日本针对区域，算讲印太这个区域代志内底，伊的强调立场。啊，除了这以外，佫有加添真侪，算讲是全球化的这个议题了内底，美国、日本应该要采取什么款的立场，甲迄个什么款的合作？这就包括像讲经济吼，像包括讲贸易，安怎要改革即马全世界贸易这个体制吼。嘛，包括讲像讲伫即个科技顶头要安怎来合作，嘛讲着讲针对即个气候的即个变迁吼，要美国、日本伫未来是要用什么款的即个态度要来合作？啊，尤其是即马讲着讲即个全世界即个武汉肺炎的即件代志吼，伊嘛包括讲针对即个世界卫生组织本身爱做改革，因为就是真显明对即个即马目前的即世界卫生组织真无满意嘛。咁啊，包括讲要安怎来去调查即个武汉肺炎本身的即个源起，吼，爱有一个定性的调查。这嘛表示讲对进前吼，世界卫生组织走去中国调查的这结果吼，伊讲根本就是乌白乱来，无信任吼。嘿，对于无信任，所以讲吼，即马这后壁这议题拢是伫算个外前吼，美国、日本这。人讲 2+2 吼，就是讲即个两个国防部长啊，甲外交部长的即个共同声明内底无的代志。所以这是新加添的物件。那所以讲表示讲，即马即美国、日本的即个当面关，毋单单是讲对即个日本对即个区域。嘛，包括讲对全球的代志内底，伊有伊家己的立场，是吼，要采取什么款的共同的即个行动，所以我才会讲叫做美国、日本这当面吼，这全球化。但是为什么叫2.0咧？是讲伫2005年2月19号迄当阵，是透过美国、日本，咱讲 2+2 吼，就讲这个两个部长的这个共同声明，迄届。算讲16当前，迄届算第一届的即个全球化，因为伊开始美国甲日本当面对即个敢若是东亚这边的即个算关心吼，开始变成讲，包括讲即个算讲恐怖主义啦，吼，嘛包括像讲伫即个中东吼，遮个代志拢有吼，所以讲迄是第一届全球化，但是即届算讲第二届全球化。所以讲，咱即马看到台湾甲美国、日本即个声明的时阵吼，可能爱注意到讲，当然台湾咱就上第一爱注意就是讲甲台湾有关的代志。是。但是第二个就是讲，即马吼美国、日本即个当面以后的走向的是安怎？因为咱即马看到讲，即届即美国、日本的即个声明吼，伊对中国的即个立场非常的，唔敢非常的尔。伊讲伊对像讲东海，伊讲这是中国要改变现状。OK。好。南海是讲中国的迄个主张是非法的，unlawful，所以讲这物件已经足强的。是，因为到后来一定会有行动嘛，针对中国伫迄个南海迄边的即个代志，要安怎做什么款的处理？啊，另外一部分是讲甲台湾吼，美国台湾即马台湾海峡的代志，真显明就是讲美日当面会开始会介入，当然介入的方式是安怎，这咱唔知影吼。但是这嘛表示讲，咱即马讲到讲台湾海峡的这安全关系时阵吼，过去拢讲美中台啦，美国、中国、台湾啦，即马可能爱改，变成讲台湾甲中国甲美日当面。OK。所以讲这嘛是三角关系，唔是四边关系，三角关系。但是另外一个角就是美日当面。吼，所以讲咱即马爱了解就是讲美日当面以后可能伫台海内底扮演足重要的代志。是。啊，除了这以外，当然美日当面安怎来处理，就是讲美国安怎来支援台湾，啊，加上日本要安怎支援这个美国，中间有可能有真侪这个
叮叮答答吼，爱去处理的一个部分。但是我是感觉讲，另外一个爱注意，就是讲拄仔讲到去 Australia， 因为即马即届美日同盟开始讲到台湾啦。啊，咱嘛知影讲，伫过去美国对迄20世纪到21世纪每一个小台吼。Australia 拢伫边仔啦，所以讲全世界内底加一个国家吼，甲美国是对头拢相战到尾，吼死嘛拢死这样侪人，啊迄个对甲美国遐对起那一个小台吼，拢无拢所以讲拢绝对不会后退，拢徛到顶的啦。干那这 Australia， 所以讲我是感觉讲未来将有可能就讲美国甲 Australia 这同盟，是毋是讲伊的包括伊 2+2， 还是包括伊的什么声明，开始嘛伫台湾海峡嘛开始有类似的这个立场。是。这个到来这个后壁这个发展吼，这是咱爱去注意一件代志。啊，也是讲 Australia 开始入来的时阵吼，日本。伊伫遮要安怎来支援美国？会根据这美日同盟吼，伊即受到这压力，也是讲鼓励啦，会变更较大。因为讲Australia 拢遐尼拢开始入来，你就伫边啊，你无做这代志，真奇怪啦。OK。所以讲这是为什么？包括讲即届吼，虽然讲台湾要国民党批评，有一点仔是对，就是讲这个声明遐尼侪字，甲台湾敢两句话尔。啊，为什么咱甲迄台湾这部分吼，放大遐尼大？啊，但是毋是咱放大，日本的报纸甲拢放大啊。是。你看迄对迄个阿萨希啦，对迄个読売啦，啊是讲三 K 啦，吼，日本 K 界新闻啦，这每一个报纸第一版拢是咧抗台湾啊。所以讲因嘛是认为讲这是最大的代志。是。但是表示讲。未来伫迄个日本，因为美日同盟，伊要对台湾海峡的即个事态吼，应该开始会去处理，也是讲，尤其是迄个算讲其实吼，咱即马讲日本的即个防卫大臣，就是阿伯伊的即个兄哥啦。是。伊伫刚一刚的时阵，面嘛在放一个 Twitter， 是讲伊甲即个伊的日本的自卫队吼，而且对迄人伫乌纳库尼即个岛屿。也是讲伫即个防卫线遐，拢有一个相片，拢来讲着讲台湾。是。伊所以讲，这表示讲日本即马根据日美同盟要甲台湾之间的迄个关系时阵，即马将有可能自卫队有可能有角色。这是甲过去佫无共款的哦。是。因为过去日美同盟，日本的角色将有可能讲啊，我归去吼，我着保护伫日本的即个美国基地，所以讲加派警察啦，吼，互伊甲遮人算讲互伊较安全嘞，是。但即马讲的是自卫队哦，哦，这算讲伊的即个情形就都无共款的，所以讲这真侪物件，我是感觉真侪讯号啦，咱是爱好好甲解答。有影咯，头拄啊，即个吼委员有讲到吼，即个日本的即个防卫即个大臣吼，即个岸信夫啦吼，伊去到即个吼，话去讲即个与那国岛吼，遮啦吼，啊伫遮吼上西边的遮要去看台湾，啊但是云伤高吼，真正看无啦吼，但是伊即个动作吼，嘛甲即个咱讲到即个峰会有相对应啦吼，嘛是支持台湾即个意思。另外吼，头拄啊，咱虽然讲到吼，啊即个美国白宫吼，即个反的即个声明内底啦吼，会当看到讲，其实啊讲到台湾吼，敢若两句话啦吼，就 underscore the importance of peace 啦吼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encourage the peaceful 什么吼，甲遮吼 cross strait issues 吼，讲到这两句尔吼，其实内底吼，咩咩角角也阁真济啦吼。其实咱讲到啊，咱台湾吼，可能即阵嘛是爱改做吼，过去咱咧讲吼美中台吼，也是讲台美中三个关系，头拄吼，即个委员嘛讲到吼，台湾吼甲美国、日本同盟甲中国这关系，后摆可能是安尼改写啦吼。所以头拄哇，在这个吼，咱讲吼建议啦吼，非常的这未来嘛当好好来观察吼。另外，即阵要来带大家来看。讲吼，其实伫咧即个立法院内底吼，嘛针对着吼，咱头拄仔讲的，即个峰会内底嘛有一寡即个言论的即个对话，先做来看。美国甲日本发表联合声明，关心台海和平稳定。这嘛是伫个52年后头一摆，佫讲到台湾。外交部对美日峰会表达非常的肯定甲欢迎。保当籍立委林昌佐希望外交部对外的表达，嘛会当对得行。伫维持现状的定义愈来愈清楚的时阵，主动定调讲，现状就是台海和平甲台湾民主，破坏现状的人是中国。我觉得把台湾整个地位以及我们所关切的一些事物，很明确的，没有在模糊的地带，明确的表示出来。我觉得这一点呢，是与过去的有很大的不同。美日峰会讲到台海议题，学者大议长认为，未来台湾甲美日关系会为三边发展做双边的关系。与其是讲到台美日三边关系，现在更要注意要谈的是
台湾和美日同盟的双边关系。因为如果从这次的峰会声明或之前的2+2，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就是有关台海事态，现在已经逐渐出现是美日同盟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方式。跟台海议题有关系战略分析，大意中讲，美日同盟开始设立台海议题了后，就会开始讨论一般所讲的相定模糊的问题，包括美国是不是支持台湾的战略模糊，搁有日本是不是支持美国的资源模糊。美日峰会联合声明，嘛，让台湾甲美日之间未来合作关系出现微妙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所以未来台湾和这个美日同盟这个合作关系到底是安怎来演变其实咱讲尾手好好来去看伊实际的这个演变但是咱嘛看到讲美国、日本峰会结束了后这个2223啦佫有一场这个峰会可能是视讯的这个峰会是这个中共和这个咱讲的这个习近平和这个拜登要来做一寡这个峰会今日嘛看到咧一寡这个媒体头版但是咱讲到这个峰会这个赞助就可能较低讲到嘛是这个气候变成的这个部分讲到转来，这回这个美国甲日本的这个高峰会啦各界这个回应下，中国外交部这个过去的这个回应同款是讲煽动这个分裂真正因这拢是阴谋啦美国嘴嘴里拢讲自由开放，但是拢是咧由这个壳仔内底的人家己伫遐壳仔内无尊重因中共咱台湾家己这个回应是讲台海这个和平稳定已经提升到这个印太区域了咱看到讲北京望因爱善尽两岸甲区域这个责任另外来讲到这个日本媒体阿沙希则是安怎讲伊讲这明明就是这个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这个对立的这个结果啦有的这个日本媒体是讲这个拢是美国硬踢啦硬踢一寡这个譬如讲强迫爱台湾海峡和平等等遮拢是美国和日本的这个部分这个手段真高明但是咱等下当讨论看卖到底是不是安尼美国这手段真高明，还是日本已经看到讲台湾这个态势另外共同社嘛讲关于决定讲要和美国联手发表甲中国有关的这个声明出自咱讲这个安倍晋三甲这个副首相这个马星太郎这个建议啦这个 Australia 这个金融这个评论部嘛讲这个台海情势这个推演，咱头段嘛讲到可能伫这个会当配合到海空运用这个美军的这个行动，若是台湾有安全上的这个考虑啦继续搁请教这个郑教授啦有人讲这个日本媒体阿沙希讲美国手段真厚啦但是即阵咱看到讲可能是一寡比如讲台海这个议题是美国硬踢互日本去承受，还是日本真正有这个意思看到讲中共已经有这个侵略，你感觉是啥物咧？应该是日本有这种压力这种压力唔是为美国来而是为中国来 OK。就是看起这个这个钓鱼台这附近，这个中国以这个今年的2月通过这个海警法，海警法，这个是足大对日本来讲是足大的压力，而且就是讲日本伊的自卫队自卫队的空军啦，咱有台湾的空军同款啦，3不5时就爱紧急升空 ，OK， 去拦截中国的战机，所以就是讲，日本本身伊有这种的需要 ，OK， 有这种的需要，甲美国有这种的配合，就是讲过去，就是讲日本足无爱正明白来讲到台湾的代志，所以较早即过去就是讲美国甲台湾会当加强这个关系，美国甲日本来加强关系。唯一就是讲日本甲台湾是无 ，OK。所以我会记咱的政府那捌提过讲，台湾甲日本应该有这战略的对话啊，是，而且战略的对话，较早来讲日本都无啥物反应啊。我是相信讲，以这个联合的声明以后，是，日本因为有这个联合的声明，来做伊的后盾啊，是，所以伊爱搁进一步。会当来考虑这种代志，伊甲台湾的安全的对话，即马就徛伫较坚强一个基础的顶悬。是，
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这个基础啦吼，嘛展现着头拄咱看到这个日本防卫大臣吼，哦，伫遐看讲这个咱台湾吼，百外公里尔，啊，即阵咱嘛看到讲吼，伫咧台湾吼，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啦吼，即阵嘛加升国旗啊吼，加升国旗，过去讲吼，可能会考虑到这个中共的这个因素，惊因的安怎拄安怎，即阵拢免惊吼，这嘛是代表下面咱继续请教桑普律师，我们看到了哈，这个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现在在台湾可以升起国旗啊，日本的国旗。那过去他们说可能怕中共会指指点点，现在不怕了，为什么？对，很简单，因为唇亡齿寒，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我知道2011年的那个3.11大地震，当然是日本很感念台湾人的帮助，这是道义上的理由。但更重要的，国与国之间不是道义上的交往而已，而是利益上的角力。你会看到说，在整个那个最近的事态发展上，如果说第一岛链崩掉台湾这一角，换言之，如果中共解放军挥军侵略台湾，而且美日不出手，结果呢，第一岛链崩断，谁受最大的威胁？当然是日本。OK， 因为太平洋很大，但是上面就是日本。你看得到这种情况，日本是不可接受的。虽然你说日本现在没有自己的军队，但自卫队的实力是不容小觑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说，如果美国要出手，日本当第二可以的。那我不会预计说，如果说台湾受到袭击，那个日本会第一个出手，我觉得机会不大。但美先去，日本一定会跟上，这个是肯定的。所以你看得到为什么说中共的外交部这么的跳脚？副外长乐玉成讲了一大堆事情，而且还要派遣1天之内，4月17号2次绕台，那个地方共机绕台，你看到他们是跳脚的。所以我看得到日本是不能坐视那个台湾被中共拿走的。有很多美国的那些专家，我也听到，就是说失去台湾等于失去美国。OK。你看到，如果日本都有同感的话，美日同盟的利益基础就稳固。这个稳固的基础，如果能够发展开来，我觉得不但是这个情况，其他的印太国家何妨不是如此呢？不一样了。你也看得到，韩国也是会在之后会跟美国来那个访问，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大家能够彼此形成一个第一岛链加上日韩的铜墙铁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一环。台湾要珍惜这个机会。有人说会不会有一天美台日有联合军演？这个地方我就乐见其成。但是我觉得说，在这个表演的问题上面之外，更重要的是利益上面的联合，跟那个反制的策略的一个团结。利益上咱看到讲吼，那是台湾真正放弃，日本可能嘛无法度吼会当动的啦吼，所以嘛影响到美东盟啊这个关系啊。小连说，那是讲吼，伫咧东亚遮啦吼，这个韩国可能嘛吼做伙来去参与等等，这拢是会当起来去对话啦吼。头拄吼这个桑普律师律师嘛讲着吼，可能咱的这个日本驻台这个日本的这个咱的这个大使派去这假中庭，伊嘛讲着吼，望讲可能这个美国也好啦，日本也好，台湾也好，进行联合的这个军演，然后这嘛是伊的这个建议啦，唔知这个教授你安怎看？对，我想讲澳洲这个部分我想要强调一下，澳洲其实对于这个安全方面的共同参与还是有很强大的这个动力。那可能有分正向和负向2个动力吧。就正向就是说，澳洲跟美国上东南区，就是说，赖宜中兄刚刚讲的一样，就是9·8级的关系，包含说美国太平洋舰队，已经是美国自己的军人了。澳洲的关系是好到可以说，可以去当太平洋舰队的副司令，甚至偶尔如果美国籍的司令他是在可能公务或怎么样不在的时候，澳洲籍的副司令是可以当代理司令来指挥美军的这样一个马吉到嘎迪朗的地块的关系。所以说，他有很充分理由，当美军他们在增加对台湾海峡的军事参与的时候，澳洲马来公安尼我马爱卡过来贼到顶来这个这台机，对，这是一个 push。另外一个 pull 是什么 ？pull 就是说呢，澳洲因为北边有2个国家，一个叫做Papua New Guinea，一个叫做 Solomon Island 所罗门群岛。2个地方现在都受到比较大的中国方面的这种influence operation 的压力，对。所罗门群岛大家知影嘛，差不多2年前的时阵，中国北京伊算我花了不少钱，跟台湾断绝邦交。是。看得出来，另外一个 Papua New Guinea 最近这几年也是因为中国他们所谓的债务外交 debt diplomacy 的方式呢，
伫咧经济伫咧债务方面受到较大的压力，在中国方面对澳洲来讲，若是讲阮北边跟东北边这两边重要的国家拢互中国摕去安尼等于说断掉澳洲跟美国一个海事上的海军行驶的这个航线，澳洲在安全上呢，就算是比较孤立掉了。所以说，澳洲有充分的理由要想办法，就是做更多的跟美国乃至于区域国家的参与，来避免这些事态的发生。那这个是澳洲的部分。那如果讲说日本这边的这是声明的部分的话，的确，我觉得看得出来，就是像刚刚两位说的一样，就是台湾这个议题在日本是有选票的，会看得出来对。你看这摆暑假，日本的首相去美国讲话的时阵呢，伊就讲日本即马阮的算是日本人民站起来的款啦，伊就讲以后日本唔拿只是一个伙伴呀，伊是要做一个共同领导。日本跟美国要来做共同领导权，你来领导国际秩序。这是一个在诉求上去催发一些民族主义乃至于爱国主义的这种选票一个动作。也就告诉你说，这次选举，这次在会议的时候呢，很大程度上，Suga 它是以激起爱国主义的选票、国内爱国热情等等。来做选举的一些铺陈的一个方法，就是讲吼，这个年中哈，差不多8、9月遐就开始搁要选举啊，这个首相的这个改选，可能这嘛是有选票的这个部分。差不多对既然这也是第一次讲台湾海峡议题会被领导人层次的声明提到的话，这个搞大家安尼咱就来讲台湾议题对台湾好，日本讲要过帮台湾安全上呢来帮台湾，尤其台湾跟日本的这个关系日本人拢真感谢啦吼。好，咱继续要来请教这个赖委员其实咱头都有讲到这个美军也好啦日军也好啦也是讲台湾可能有进行这个联合军演的这个可能无？咱讲正中场安尼讲到啦，但是这个部分佫欠什么？我是感觉讲，当然即马咱的迄个大赛因为。像汉你讲，这个算讲台湾的议题，即马有遐尼悬的共识总统佮总理，上悬的人安尼讲所以讲照讲这个防卫省也是过去防卫省伫遐，佮伫遐算讲cold feet chicken out， 安尼真无好对无？所以利用这个机会讲咱即马都爱来迄个强中来训练声势先甲抢落去对，我会讲迄个大赛，当然这个是真好的这个时机想要创造一个较好的这个气氛啦当然实际上要做的时阵，真有可能就是讲是。台湾甲美国、日本同盟，伊伫咧训练的时阵，虽然讲有某几啊即个项目咱会当来参与。即马一开始应该是针对像讲即个较非战斗性，像讲即个咱讲humanitarian rescue 迄个算讲遮较人道救援即款的即个任务包括像讲迄个救难像讲遮个代志。所以讲，伫即个所在，因为有真算讲真侪甲军事有关的即个合作的部分伫内底，但是佫无讲像讲直接讲到战斗即款遮尔敏感所以一开始真有可能是我是讲对即个所在来处理，可能会较方便啦。当然，即个旧年咱迄个搬石干去某一个所在，忽然间。结果染疫当然外口真侪人咧，又讲伊到底是咧做甚物代志搬石干本身伊算讲一些医疗件嘛，所以我是感觉讲，也是照安尼来看，这毋是讲无可能尤其是这医疗咱即马佫有一个玉山舰安尼出来拄好因为迄个军舰本身伊就是当做迄个医疗，伊嘛有真先进的这个算讲。变成还是讲安怎所以讲来做用这个物件来做训练，我是讲算讲一个真好的这个器具但是我是感觉讲到后来犹原是上重要，因为拄这个林正义教授嘛讲到，就是讲蔡总统伫算讲差不多2当前有要求讲台湾甲日本爱进行一个安全的对话，这个也是讲台湾要甲美日同盟开始咧讲甲日本无安全的对话，安尼无法度算讲完全
所以讲，这个甲日本的安全对话，即马嘛看到讲日本的防卫大臣嘛，真希望讲甲台湾爱加强合作嘛。所以我是讲，这个部分即马先该完成。是。所以后边真侪代志都真有法度来处理。有影吼，先有一个安全的这对话吼，日本甲咱台湾吼，可能未来吼要有军演啥吼，可能这个人道救援才先开始啦吼，拢是会当实际来去做的吼。啊，不过咱嘛讲到吼，美国甲日本吼，这回这个峰会内底吼，这个官员也好，拜登也好吼，其实嘛是关注伫咧香港也好啦，新疆这问题嘛是真正关注吼。尤其咱看到讲顶礼拜，咱看到讲吼，这个雷迪英也好啦，因为2019年咱看到反送中818也好，还是830也好啦吼，831吼，两个游行示威吼。去用判刑，咱嘛看到讲吼818的这个部分啦吼，咱是看到讲这个雷迪英吼去用判年外啦吼，另外831吼有3个被告啦吼，同款是雷迪英啦吼，啊两个人吼差不多拢个加2个月吼，两个人将的这个入监年外14个月这个时间吼，啊另外雷迪英佫互加控着咱啥？伊讲这个外国势力危害国安罪吼，妨碍司法公正2项罪名，6月15佫来审问吼，咱嘛有整理到这个报道清楚了吼。法庭外口摆甲长乐路，民众拢来加油。后面甲真济个驻港代表也到现场。去年818委员集会甲831集会案，16宣判9名民主派人士被裁定组织无经过批准集结，甲明知影佮参加无经过批准集结。81岁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前立法会议员吴安琪、一传媒创办人李迪英拢是第一摆被定罪。李柱铭到法庭表示心情平和，也困真好，上重要是爱有希望。繼續有希望，因為只要我哋有希望，所有嘢都可以成功。大家繼續一齊同行，長愛同行。我哋並冇後悔，我哋最緊要做到一樣嘢，亦即係最低限度每一個人要做到嘅嘢，就係要講真話。前立法會議員何秀蘭提5內地寫的台灣上好時刻到法院，強調政府應將咱關起來，毋過應將香港人良心關起來。吳漢琪是喺法庭上以英文抗辯指出，人民是喺法律進前，因為法律愛為人民服務，毋是顛倒兵。法院宣判雷迪英、李德仁被判1年徒刑，楊國雄是1年半，何秀蘭、屈樂顯8甲10個月，吳漢琪、何俊仁1年徒刑，緩刑2年；楊耀中8個月，緩刑1年；李柱銘判11個月徒刑，緩刑2年；李德仁等人馬上入監服刑。832遊行也宣判，雷迪英被判8個月，楊森8個月，緩刑1年；李德仁10個月。另外，雷迪英佫被加控國安法、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安等2罪，延後到6月15再審。這2罪名會面臨判處3到10年監禁，不過加控了後罪上加罪，恐驚愛10年以上，甚至是無期徒刑的相關刑罰。記者綜合報道。是咱看到香港檢方哦，這個指控雷迪英吼是一項罪加起來吼，上重吼上重來當判這個無期徒刑吼。但是咱們看到講吼，各界吼針對着這回雷迪英和這個其他反民主派的人去用抓起來，到底吼對伊的這個回應是啥物？咱尤其看到吼美國這個部分吼，同款吼，伊講吼這是出着吼政治動機。吼，這個甲這個雷迪英來判刑，吼，會繼續和香港人民徛做伙。所以咱看到吼，過去吼美國聲明也好，啊講啊，佫違反着這個中英聯合聲明等等這個部分吼，國際這個部分安怎來去制裁這個香港，還是中共這款吼犯烏被逮捕這款現象，咱繼續請教鄭教授。咱會當知影過去差不多一冬外吼，這個美國有一個法律啦，這個法律就是Magnitsky， 吼，即個一種對這人權迫害的一寡人，政府的官員會當啊限制制裁，吼，即個物件是美國的法律爾，伊過去一冬外，會再安尼講就即個歐洲聯盟，吼，啊個澳洲，其他國家民主的國家，因都通過共款，甲美國會使用法律，就是講香港的官員，伊要出境，無論伊到這歐洲、到美國，伊都愛受到這個制裁。哦，啊，伊袂當來用這個信用卡，哦，啊，袂當來有這個銀行內底來存款，哦，所以這物件，這個是美國的一種政策。是，咱看見這個去年這個
香港国家安全法以后，在中国有点啊，即个将过去一寡代志，佮全部用去年的法律来制定、来限制民主的一寡人士啊。会在安尼讲啊，上少即个香港有2代的人，伊即个民主的过程内底，会当受到足大的影响。头先有看过即个马丁李柱铭，伊会再讲是香港上有名一个民主的人士甲领袖，伊去过即个白宫有足侪届，讲到香港的民主，一定讲是即个马丁李，伊即届阮的港官被判在1个月，即个李志英，阮也是共款，伊台湾目有即《苹果日报》，就是讲伊会当讲将即一代的人，甲后一代差不多30-40岁的人，都要选即个立法议员，即立法会的议员，因足侪被 DQ 啊，即嘛就是讲爱有即个爱国啊，即个爱中国的一寡人，该当来做即个香港即个特别行政区的特首，所以就是讲咱看起唔惊即个美国，因拢对香港的未来有足大的悲观，台湾就是因拢讲到香港的后一个甚至变成台湾，所以咱原来爱有即个了解啊，咱袂使当点，咱来出声，咱原来爱出力，即出来会当互香港一寡要追求即个自由的人，会当来到台湾，无论是读册还是来投资。是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因为吼即个香港版的国安法吼推缩了啊吼，嘛互即个香港吼真正是无法度行过去民主的即个回头路啦吼。尤其咱看到讲吼，伫咧顶回咱嘛有讨论到香港即个选举的即个制度，真正是大改变吼。尤其咱看到讲迄当阵即个反民主派即个大赢吼，伫咧区议会即个选举内底，但是尾手吼香港政府、中共政府透过改变即个选举的即个制度，互即个吼反民主派的人即阵唔敢选，即阵唔敢选，因佫用另外一招，什么招咧？伊就是即阵吼，为着讲啥要完善即个选举制度啦吼，完善是要安怎？你若是鼓励人吼，无爱去投票，甚至是投废票，遮你拢会去用掠吼。为虾米咧？就是咱看到讲3月法要修改啦吼，要甲即个反民主派参选的空间搁打压啦吼。尤其咱看到讲吼，伫咧选举期间吼，公开活动煽动其他人无爱去投票，还是投废票等等，伊拢甲伊列做是非法的即个行为啦吼。我无爱去投票嘛，袂使哦吼。但是吼，听你讲也是妨碍其他阻止另外一个人伫咧选举投票吼，就是作弊即个行为啦吼。香港吼有处吼来掠人有3种方式。第一个，你讲向公众还是任何形式的这个宣传，放影片嘛向掠公众观察到，你伫内底吼，你的厝内挂一寡旗啊标语啦吼，还是讲你向公众发布内容吼，传单也好 ，email 也好，相关的向判3档吼，这真正是民主的大倒退。继续请教桑普鲁斯。现在的问题可以说，香港问题分为4个很重要的问题，猎头，灭声，清乡跟改制，刚刚主持人讲的是第4个，我待会会说明哦。但我觉得说这4个东西是很类似任何集权政权，尤其是白色恐怖时代的台湾，发生过的事情一模一样。猎头先把一些头面人物要把抓起来，抓起来，对，没错，就是你看47人案，刚刚818的黎智英跟那个李柱铭案，刚刚林教授也提到。李柱铭是一个香港泛民主派早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灵魂人物。这些人无论是 Jimmy Lai， 无论是 Martin Lee，都跟我有很好的那个交往。那我在这一边谈这个事情，心里面是很不好受。因为每个人都是在香港奋斗的人，那他们所受到的苦难是非常重，尤其是李智英，他是一条一条罪这样加上去。可能是不断的加上去，可能无期徒刑也说不定。而且送中也有这个危险。最近也搞出了一个叫李亨利的人物，基本上是说，这个是中共说这个人中国人呢，基本上他是那个资助一些反中的分子在香港，这是子虚乌有的，用这个地方来抹黑，跟之后抓一批人上来，这个地方是共产党常用的手法。
这个是猎头。灭生呢，基本上就是把《苹果日报》整治。你看《大公报》4月16号有个署名文章叫放禁之，他的那个文章叫依法取缔苹果，堵塞国安漏洞。所以基本上是说要向苹果开刀了。香港苹果跟台湾苹果是连体婴。我不相信香港苹果真的是那个溃散了，台湾的苹果也会不会有这个危险？对于整个言论自由的市场会不会有影响？这个是肯定会大家看在眼里。而且更重要的是说，有831的那个无差别攻击事件之后，有所谓清乡的问题。就是说他要把所有的人不只是抓走，而且要全部的人洗脑。刚刚提到的，讲中华民国政府迁台，要讲中国国民党迁台啊。玩具冲锋枪，要儿童来在那个地铁里面玩。那路透社传出来的照片都很清楚了，它是等于重演831的那一段。记者戴一个黑色口罩脱下来说你搞颜色革命，那个中学里面要你们每一个中式步操数1、2、3、4，不是1、2、3、4啊。那而且更重要的是说，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所谓的改制。刚刚主持人说到，你如果任何人在选举期间借公开活动煽惑他人不投票、投白票或者废票，3年以下有期徒刑。大家想一想，如果你前面的都不是犯罪，你不投票、投白票都不是犯罪，为什么呼吁人家不投票、投白票就是犯罪呢？举世无双啊！这个东西等于说是把香港所有的东西完全镇压在萌芽状态。我身为从香港来的人，我觉得说是非常唏嘘。这个香港民主已死，而且香港是已死，以后要怎么去存在，是因为香港人不死而已。所以全世界都会救香港人，但不会救香港，因为香港这个情况，以前的光辉都过去了，不用怀缅，但未来怎么做，值得每一个人深思。是啦，这个头段上普律师讲到救香港人呢，不是救香港，因为香港已经无这个回头路了。尤其头段掠头亲像咱讲的这个 Jimmy Lai 还是 Martin Lee 这款的这个偷人的这个方式，拢先甲你掠起来，第二就甲你倾向甲你的这个思想做一寡这个改变买手咱嘛讲选举的这个制度头甲你改变，则咱就讲到伊这个洗脑这个教育这个香港国安法咱头段嘛讲到4月15号头一摆摕这个枪啦惊伫咧这个车头是讲车厢内底啦就是咱头讲到831迄天这个无差别的攻击拍人用着这款的这个方式，甲你回过头来甲你操控你的这个思想伫咧。另外嘛，佫举办支持国安法，也是守护家园这这个大部分的这个比赛啦另外对着教材的部分嘛有一寡这个中国史观嘛要修改着两岸关系这论述讲到中华民国政府。1949年来到台湾爱讲到中国国民党来到台湾另外国台办发言人嘛讲1949年国民党政权伫发动反人民内战来失败退下代表因失去着这个全中国合法政府的这个地位啦学者另外一位学者嘛讲过去两岸用香港教科书上届中立即阵咱讲已经行入去历史啦上尾请教2位这个教授啦先请这个宋教授啦安怎看香港真正嘛无回头路你安怎看？的确是让人很遗憾的像香港这些情况。那我想说，黎智英他有这句话其实蛮不错。上次有讲到说，黎智英说，恐惧是统治和控制一个人最廉价且省事的方法。那可能对控制一个人的话，可能是这样没有错，但是对整个社会其实恐惧长期可能反而是代价最高的一个管道。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说。人家说那个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嘛，那我觉得香港这边的情况其实的确是让人蛮遗憾的。那我想中共这边他常说他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那么很多时候真理是越辩越明的，所以说他如果能够更开放一点，让言论自由空间更大一些，我觉得其实反而是一个真正有自信的一个政体的象征。那现在看到这样，香港的确蛮让人遗憾。OK， 咱勿望中共改变香港但是这可能有一步路爱行。上摆请教罗委员。我看这个香港即摆已经差不多要翘起来啦，就讲香港这本身伫未来地位，就敢中国家己内底一个城市尔。OK。佫是一个算讲，毋是讲遐尼重的城市，因为你讲迄香港本身的这个人讲伊的市值也是安怎可能无比这个深圳
未比较厉害嘛。啊，过去香港伫这全世界来讲是真重要一个 financial capital，是金融的这个首都。是。但即马来看，真侪迄国际金融公司拢对遐拢出来，因为惊讲这个自由的这个问题。所以讲香港，我是感觉未来的确我是嘛感觉真悲观。当然一方面是讲，即马香港人要安怎来甲救出来，是讲要安怎互伊有较好。留伫遐人袂互迄压强，互家压到真正无法度迄个这种呼吸啦吼。啊，我是感觉讲，佮另外一件爱注意的是讲吼，即个即个香港的即个代志，啊，甲即个缅甸吼，因为即个算讲军政府甲人咧屠杀吼，两个刚亲就是讲互相激荡的即个结果啦。就讲伫香港开始用的时阵，缅甸迄边嘛开始来甲伊。迄个算国较强的镇压，啊，但是这边国较强开始杀人时，哦，香港、中国底下佫开始咧掠人，所以讲刚才有这款的代志，所以讲我是讲以后可能这两项代志，咱爱共同一并安尼来处理，才来看待未来会咱来发展。是，感谢所有来宾，感谢乡亲朋友收看，咱马上再会，感谢，多谢。